兩個都係我屋苑嘅保安，我哋問問佢有冇地震嘅經驗。รปภเที่ยง ครับผม อายุเท่าไหร่ครับ ผมอายุ54 ปีครับ อ๋อ54歲เคยเจอแผ่นดินไหวเหมือนวันศุกร์วันนั้นไหมครับแรงขนาดนั้นไหมครับ 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เลยครับผม โอเครปภอายุเท่าไหร่ครับ 60 ครับ 60 歲เคยเจอแผ่นดินไหวอยู่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รงขนาดนี้ไหมครับ ไม่เคยเห็นครับ อ๋อไม่เคยเห็นโอเคครับอาม่าครับอายุเท่าไหร่ครับ 77 ค่ะ 77 ปี จ้า อ๋ออยู่ทั้งชีวิตอยู่ในกรุงเทพไหม ใช่ค่ะ อ๋ออยู่ในกรุงเทพ ค่ะ แล้วก็ผมอยากถามว่า77 ปีอ่ะเคยเห็นแผ่นดินไหวแรงขนาดนี้ไหมครับ ไม่เคยค่ะ โอเค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ครับ ค่ะ 咁咧我就請咗我嘅客阿陳生咁樣分享一下當時地震嘅感覺先嚇。咁我不如我講先啦，好嘛？好啊嗰個地震嘅感覺。好啊我嗰陣時喺薏米，我喺22樓，我帶緊2個客去睇裝修，咁啊因為裝修完咗啦嘛，咁帶啲客去睇，咁諗住交貨噶啦。OK，咁我搭 lift 上去，開咗道門，除咗對鞋。我以為覺得自己頭暈，覺得自己頭暈。頭暈之後，我企定2秒，我就大叫走啦！咁嗰2個朋友2個客咧，佢仲喺度即係影緊 video 嘅嚇。咁我大叫我就走咯。我除咗鞋啊嘛，我鞋都唔着。咁啊一支箭喺26樓，喺22樓跑到落去樓下。嗰陣時你唔會諗地震嘅，係嘛？即係地震曼谷加地震呢2樣嘢咧，你唔會有拎噏嘅，啱唔啱啊？我都係咁諗嚇，唔會有拎噏嘅，即係好似簡單啲講，你唔會帶羽絨去曼谷旅行，嚇冇呢個 concept 嘅，冇嘅。咁我嗰陣時當時諗係咩咧？死啦！棟大廈冧緊，棟大廈冧緊。咁啊，梗係驚啦！咁一路走落去，我嗰個腦海咧，真係諗我2個女同我老婆，唉死啦！我瓜老襯，九死一生啊，死緊啊，死緊啊！我老婆，我2個女點搞？咁啊，同埋咧，當時仲係震緊嘅，即係我唔知係震啦嗰陣時。咁嗰陣時棟大廈，我係知道佢係有嘢，唔知點解唔喺度震啦，定還是冧緊啦？嗰個感覺嘅，係一路我一路跑落去，我係感覺到呢樣嘢嘅。加上有時嗰啲咩之後，我問翻管理處咧，點解會有水啦？咁佢話啲上邊嗰個泳池啲水流落嚟咁，我一路跑就見到有水，我仲見唔到人嘅，我唔知跑到去好低㗎啦，基本上好低，我見到個鬼佬跑出嚟，係喎，個鬼佬仲跑，即係喺前邊啊嘛，咁佢前面嘛。咁佢仲行錯路嚇，咁我落到去之後就咁都已經有人㗎啦。咁啊嗰啲人咧全部都搭 lift 嘅嚇，咁啊全部都搭 lift 嘅。咁落到去好多人啦，好多人就講啦，原來係地震。我心諗我都完全冇諗過曼谷會有地震啊！哇嚇到我，真係簡單啲講鼻哥窿都冇肉。我都冇諗過曼谷會地震，係嘛？你都唔會諗，你都唔會覺得曼谷同地震係。即係有呢個組合啊，會唔會啊？會啊！咁你嗰陣時，你喺 New Mega 呢度啦，咁你又咁好彩啦，遇着曼谷可能200幾年先一次嘅強震啦，唔好話地震啦，強震啦。咁你覺得，即係你嗰個感覺係點？我就當其時喺30幾樓嘅，屬於高層嘅。咁地震嘅時候咧，其實我同我屋企人啦。我老婆啊，我阿媽咁就喺屋企度睇緊電視。咁震嘅時候，我第一個已經 feel 到㗎啦。咁但係我都好似你咁講，就係覺得即係個腦海咧，就係潛意識係曼谷係拉唔上地震。咁於是乎，我企咗起身，開始仲搖啦，搖得好緊要。佢搖咧就係主要係左右搖嘅。咁就少啲上下，係啦，因為地震有陣時係上下、左右都會有嘅，佢哋主要係左右為主嘅。
咁跟住我哋就開咗道門係去睇下出邊有咩事發生。係鄰居都出咗嚟啦，係咁就仲震緊，同埋今次嗰個地震咧係幾長嘅嗰個時間。其實我都冇咁唔知震咗幾耐，你個經歷係幾耐咧？我覺得起碼有2分鐘咁長嘅，我嘅感覺係嚇，同埋係屬於幾強，因為我自己就喺台灣都住定居咗好幾年㗎啦，超過5年，咁就都大大小小地震都有試過，咁就呢個地震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初步覺得會起碼有5級。或者上下啦，即係唔係一個細嘅地震嚟嘅。咁但係你話我自己其實如果遇到5級地震咧，好驚又唔係嚇，但係我就個心諗就係，咦台灣地震就正常啦，但係泰國地震咧，真係你話真係10年唔一樣，亦都冇呢個 concept。咁我就當其時可能同你諗法差唔多，究竟嗰個震係咪真係地震？即係我反而擔心唔係地震，我係擔心係個結構大樓個結構，或者可能係其他大樓，即係佢可能施工啊，影響咗我哋大樓而發生嘅一啲震盪咧。咁嗰個問題會仲大。即係如果佢純粹係地震咧，可能我嗰棟大廈，我覺得都即係佢嗰個結構嗰個避震都算係咁。都算 OK 嘅啦，雖然佢咁樣震法咧，其實我都未至於話好驚，咁就不過咧後尾開始咧就發現個牆身有少少嘅裂嘅啦，OK，咁好啦，震完啦，咁就我都諗緊，即係究竟係要執埋啲嘢要去撤離啊，定係繼續？喺翻間屋嗰度，因為我哋不嬲喺台灣咧，如果呢啲5級左右嘅地震咧，其實係會 stay 喺間屋嗰度，唔走噶啦，正常係咁嘅。咁但係發現有啲唔同，因為出邊咧嗰啲火警燈咧閃，咁同埋鄰居都最嬲尾就話：喂，我哋要走啦咁樣。咁我哋就喺30幾樓，咁就落咗去地下嗰度做撤離啦。咁沿路都係見到有少嘅有啲輕微嘅損毀嘅。不過就唔似經驗話俾我知，就唔似係一啲結構上嘅問題。咁如果有成5級，即係嗱，當然我後尾先知道究竟有幾大啦。但係以啱啱開始發生嗰個地震嗰個級數咧，我覺得應該地震都係好正常會有裂痕嘅。咁都接受得到。不過就第一次真係住台灣咁多年，未試過要撤離，仲要行30幾層樓梯落去。咁同埋當其時佢嗰啲電梯啦，基本上已經做晒安全措施，全部 close 㗎啦。咁快㗎？停咗係即刻停咗，唔用得㗎啦。咁其實佢嗰個系統，我覺得即係 OK 咯，因為好合理嘅。咁所以我哋要行樓梯，去到嘅時候就係咯，跟住就第一次經歷咗喺泰國第一次咁大嘅地震。我諗相信200年啦，200年之內，我之前都未有地震啦。我相信係咁啦。咁我同你都體驗咗呢次咁特別嘅經驗啦。真係嚇到鼻哥窿都冇肉，唔係講笑。嗰陣時我咁啊翻到屋企啦，見到我老婆我啲女啦，咁都 OK 嘅，冇乜嘢嘅。咁啊心情都仲係未平復嘅嗰一日。咁啊但係咧，我就同一個台灣嘅客傾偈。咁啊台灣客咧，佢就信息啦。正常咧，如果台灣咧就好似你咁，就唔會點理。佢就話啦，做嘢嘅做嘢，瞓覺嘅瞓覺嚇。佢搖完咧，佢就會停㗎啦。冇錯，馬照跑，舞照跳㗎啦。係咪咁啊？跟住佢哋即係佢哋嘅朋友互相嘅問候咧，佢只係話你嗰度感唔感覺到地震啊？就係咁啊，唔會問你喂你有冇事。我又覺得幾得意。之後咧，俾佢講完之後咧，我叮一聲，咦又係喎，做唔到啲咩嘅喎。走咧，基本上如果係冧嘅話咧，走都冇用嘅，因為你走都要時間㗎嘛，係嘛？即係俾佢叮一聲，我就覺得心情平復咗好多咯。不過應該即係希望唔會有下一次係咁樣啦。應該暫時都嗰幾日我哋都繼續，其實生活正常㗎啦。而家已經繼續可以喺會所游水啊，係嘛？享受下呢個假期啦。係啦，你都係過嚟旅行啦。你都講過啦。
咁啦，我又問翻你啦，即係如果喺台灣發生地震，可唔可以俾啲意見係點樣做？點樣可以保護或者點樣咩程序去保護自己咧？如果喺台灣嘅話，OK， 一般如果喺台灣住咗有一段時間嘅人咧，咁佢哋都大概都知㗎啦。首先就一定要熄咗個煤氣。咁但係我哋棟大廈係冇煤氣㗎嘛，咁係電嘅啫，咁所以電嗰度就冇問題啦。攞電話啦，攞鎖匙啦，咁同埋就睇下會唔會有啲位置係安全啦。譬如橫梁咧嘅位置咧係較為會較為穩定嘅，咁就盡量喺橫梁嘅位置啦。咁或者有啲台啦，咁你就捐咗去台嗰度啦，咁就避咗個震先，避完震之後咧安全啦，咁我哋就可以落翻樓下去做疏散。即係一般個做法都係咁做。台灣都已經習慣晒，但係未試過。我哋最強震嗰下，我哋都係盡量冇攞鎖匙嘅，都只不過係揾咗一個叫做受力牆嘅位置，企埋去，避開咗啲電燈啊嗰啲咁嘅位，都未試過捐落去台底嘅。今次就差少少都要做呢個動作㗎啦，好恐怖啊！嗰陣時真係好恐怖，我都唔知點樣形容，我真係唔知點形容，總之恐怖咯。好啦，我又問你啦，即係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啱啱買咗樓，啱啱新樓，啱啱入嚟住，又遇地震啦，會唔會覺得即係呢個投資係或者呢個投資或者呢個買賣係覺得好後悔啦？會唔會咧？後悔就一定冇後悔㗎啦，呢啲天意嚟嘅啫。咁你問我層樓我就收咗樓個零月，咁你話突然間地震又裂咗嘅，嗰個心係真係唔舒服嘅。咁但係你話好大影響咧，我又冇乜特別大影響，因為一來即係我將來打算都會係用一個叫做投資客嘅身份啦，咁就會做收租啦，明白，咁去幫補下自己嘅收入啦。咁樓價我短時間我冇諗過係會放嘅，即係放賣嘅。咁所以而家樓價可能會有少少似嗰個股市啦，即係突然間震倉，震咗落嚟。我諗樓價會係跌咗嘅，震低咗個樓價。咁但係其實我睇呢邊嗰個發展都 OK 嘅，同埋泰國真係唔係話成日地震啊。咁而家發生咁嘅事，啲人會擔心啫。咁我諗嗰輪人好善忘嘅，咁應該嗰段時間應該啲人都會即係唔會話咁擔心呢樣嘢啊。同埋我呢度咁講開呢度，可能喺嗰啲發展商啦。我又比我喺台灣嘅發展商好好多。你咁我唔識啦，或者你嗱，因為點解咧？因為今次可能真係喺泰國嚟講係一件好嚴重嘅事。係冇錯。OK， 一定係。係啦。可以放入歷史添。唔係啊，冇錯。放入歷史。咁但係喺台灣咧，其實尤其是譬如花蓮啊嗰啲地方咧，基本上佢哋係成日都震嘅，有陣時6點幾級啊。其實呢個都唔係話好唔尋常嘅地震，因為間唔中真係會有一年會發生可能一次啊呢啲咁，所以我哋唔會選擇嗰啲位置。咁但係個發展商咧嗰個分別就係，因為既然係一個常震嘅地方咧，佢可能啲大廈就已經有晒防震設施。咁譬如我哋棟大廈通常係15樓嘅啫，唔會高過20樓嘅，通常15樓嘅。OK， 咁我住喺中間，咁佢哋發展商咧就唔會話一震完之後哇即刻慰問你哋啊，你哋棟大廈會點啊？有冇啲咩損傷？唔會嘅。咁但係呢度咧有啲分別啦。呢度佢即刻咧可能收到好多通告啦，個發展商就會關心你嗰度，甚至乎我聽聞我見到佢嗰啲通告咧，佢好似係打算係幫我哋處理埋室內，即係唔係公共空間。公共空間咧，我相信發展商係會處理嘅。嗰啲裂痕啊嗰啲咁，但係咧喺室內咧係屬於私人空間嚟㗎嘛。咁台灣嘅發展商就應該以我所知就係唔會處理嘅。因為佢處理就係你交咗樓之後咧，佢已經完工㗎啦。咁至於室內嘅嘢咧，就有需要咧，你哋就自己買份地震保，就傾翻保險公司。咁
就會咁做嘅。但係今次好似應該大部分我所知啦，大部分嘅發展商咧，好似話想幫我哋處理埋室內嗰啲。會啊，有好多大部分嘅發展商佢都會話，即係會幫我哋處理好呢啲呢啲咁嘅維修啊，佢哋都會佢承認咗嘅嚇，係會入維修嘅。不過大家都要等咯，因為太多單位有問題啦，係嘛？即係有少問題，但係好大問題好多噶嘛。咁應該都要需要等啦。不外乎即係你個單位要等啦。我自己喺呢度都有買啲單位啦，都有一個都幾麻煩嘅嚇，咁啊又閂唔到門啦。但係發展商咧都幫我哋處理好，咁我個租客咧亦都 OK 啦，住到人啦咁樣咯。因為我即係同你講開先知話，咦發展商好似話會處理喎，你又叫我俾相你幫我跟，係啊，咁我都咁好㗎，呢啲發展商即係算係咁啦。咁同埋可能我又即係我亦都咁講啦，即係譬如我覺得我棟大廈其實即係或者可能比起某一啲大廈咧都算好彩，即係個損傷真係我覺得係即係擦傷咗咯，係嘛？咁所以即係就算我將來放租，我覺得都唔使擔心，可能調翻轉佢哋會覺得咦嚟到睇過啊，棟大廈。喂，幾好喎結構，喂，係啦，係咪啊？好老實咁講啊，好老實咁講，我呢幾日都走去睇盤，咁我都同啲 sales 吹水嘅嚇，咁佢都話而家好多客不停咁揾盤，揾一啲比較感覺上、睇落上穩陣啲嘅單位去租。我問佢係咪租短租？唔係喎，佢話佢唔要嗰份，即係唔要佢現有嗰份租約咧，而租一個新嘅單位，係租1年喎。咁好啊！係啊，係喎，即係佢咁講，我咁講嚇，我冇實質證據，但係佢咁樣同我講，咁樣咯，咁啊我又覺得幾好啦，你叫佢考慮下我嗰個單位，我放完假我就諗住放租，係咯，咁啊，即係我哋嗰個交談大致上咁樣啦，都係講下我哋感覺啦，地震會有咩感覺啦，咁你又住台灣啦，咁我都希望你分享一下台灣嗰啲地震嘅知識啦，嚇。咁啊，亦都希望你睇，即係用翻你個角度睇翻呢一個地震會影響曼谷嘅樓市係點樣啦。咁我呢3樣咧，我哋都講過啦。OK。咁我都今日多謝你，陳生。唔好咁講。嘥咗你啲時間。我都好多謝你，因為絕對一個絕世好 sales。都唔係做嘢啫。OK，唔該晒你，多謝晒。唔該晒。